被討厭的 podcast 係一個探討情緒管理嘅 podcast。喺呢一度，希望透過唔同嘅議題去幫助大家將一啲唔同嘅理論融入生活，令大家喺呢個高壓嘅社會上面，即使遇到唔開心，依然能夠開開心心去過每一日。大家好，歡迎嚟到被討厭的 podcast， 我係你哋嘅主持 Wonnie。今集呢，我好想去探討一下呢有關於界線呢一個問題。唔知喺你生活中呢，界線係一啲乜嘢嘅事情？但係我最近學識呢，界線呢係保護情緒健康好重要嘅一環。喺而家嘅社會，相信大家呢都成日會聽到情緒勒索呢4個字。當界線唔清晰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就會跌落咗去一個情緒陷阱，而避開情緒勒索呢樣嘢係可以學習嘅。當我去準備今次嘅題目嘅時候呢，我見到呢有4個方法其實係幾有用，亦都希望呢可以幫到大家。第一個呢就係認清個人嘅界限同埋需要，即係咩呢？當我哋去建立健康界線嘅第一步，除咗係要掌握自己嘅能力，仲要認清自己可以接受嘅範圍，包括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接受或者係抗拒，而呢一啲都係有助我哋喺關係裏面可以更加坦然去表達自己，亦都更加容易獲得對方理解同埋尊重。第二個呢，就係練習表達同埋溝通。當我哋逐漸去知道自己嘅需求同埋界限嘅時候，不妨多啲喺關係裏面溫和嘅、誠懇嘅去表達。要記得唔係自私，而係去建立一種信任同埋互相理解嘅方式。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唔自在，但開放嘅溝通係有助大家日後嘅關係更加穩固。第三個就係學習拒絕別人呢，對於經常都係以別人為先嘅人嚟講呢，係唔容易嘅，甚至會覺得好為難或者內疚。但係適時嘅去講唔得，其實係對自己同埋別人負責任嘅表現。當你勇敢去劃出底線嘅時候，反而更加令人清楚知道你嘅原則同埋需要，建立更加健康嘅互動模式。第四係相信界限係帶嚟連結而唔係疏離。建立界限或者遠離別人，係為咗大家都可以喺更加清晰同埋舒服嘅基礎上面互動。大家要相信真正嘅健康嘅關係係會彼此接納到，允許你做返你自己。設立界線係一個學習嘅旅程，亦都係對你自己嘅一份尊重。我哋開始練習處理自己嘅需要同埋感受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更加自在咁去同別人去相處，亦都可以活得出一個更加真實同埋有價值嘅自己。舉一個例子，個情景係你同你老公已經搬咗出嚟住啦，而你啱啱又生咗個 BB 喎，咁你爸爸媽媽知道呢件事，梗係想成日過上嚟探個孫啦。咁你都覺得呢件事未必係壞事嚟嘅，咁始終你都要返工啊嘛。即係我講你養完胎之後啦，但係你老公就覺得唔係咁好喎，因為外父外母成日都出現喺屋企，咁呢個時候你又要平衡你嘅需要，要平衡你父母嘅期望同埋你老公嘅期望。咁點樣去平衡呢3樣嘢嘅取捨呢？我可能會同爸爸媽媽講，爸爸媽媽，我同老公都好開心你哋肯願意上嚟，因為你哋都知道我哋返工比較忙，而且你哋嘅出現對 BB 都係好好。
因為你哋都好有經驗去照顧 BB。不過我都好想邀請咧，你哋喺上嚟之前打個電話俾我哋，哪怕可能係半個鐘、9個字都好。等我同我老公咧都有個心理準備，咁可能大家都會舒服啲。咁以上你做咗啲乜嘢咧？第一，你同意咗爸爸媽媽出現係有幫助，咁我相信佢哋聽到係開心。第二，你滿足咗你老公嘅需求，就係佢唔會失雞無神喺你屋企，而係預先通知。第三，你又有爸爸媽媽可以幫手湊你個 BB， 咁我相信咧點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或者我咁樣講啦，當我哋純粹只係去做 yes man， 其實長久落去對別人同自己都唔係一個好處。當你習慣咗所有嘢都係 say yes 嘅時候，到有一日你想 say no， 對方可能已經將成件事覺得係理所當然。點解你今次唔係 say yes 啊？我相信呢個係無論對你自己定係對身邊嘅朋友都唔係一個健康嘅處理方法。而我最近呢，都喺我嘅生活裏面去提醒自己係要設立一啲界線，因為我知道設立呢啲嘅界線係保護我心靈嘅健康。有一句說話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就係當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到自己嘅感受嘅時候，其實你係照顧唔到其他人嘅感受。所以有時候你去學識 say no， 向你嘅朋友講清楚你嘅想法，而唔係為咗刻意得罪佢。相反，我好相信對方真誠當你係朋友嘅時候，佢會識得體諒你嘅處境，而唔係盲目要你跟從佢嗰一套。喺過程裏面，可能我都聽到一啲唔開心嘅說話㗎，我都經歷過唔開心，但係我認為呢啲經歷正正係可以考驗到彼此之間嘅友誼。如果好簡單嘅，因為你一次半次嘅不，對方就好大反應，甚至係彼此影響緊大家嘅情緒，咁呢個時候係咪好好去審視下對方係咪真係真心嘅朋友呢？即使我同我媽咪有時候都會因為一啲語句上面有一啲衝突，有一啲唔開心，但係我最近都向佢提出，我話媽咪啊，我知道自己有時咧喺情緒上面或者講嘢上面咧未必令到大家好舒服，但我係希望為咗我哋嘅關係可以更加好。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嘅時候，或者你有一啲想法想去表達嘅時候，我希望你都可以真誠咁同我講，唔使怕我唔開心。因為當我哋真誠坦白去講出內心嘅感受，先係可以維持到我哋嘅關係。如果唔係，我哋永永遠遠都係估下對方嘅感受，慢慢可能會形成對對方嘅一種誤解。可能當時你解釋下點解你咁做，解釋完，如果我做得啱，你會明白。如果有做得更加好嘅空間，你可以提供一啲意見俾我。其實係一個好好促進彼此嘅關係嘅一個方法。咁我媽媽聽到之後，佢都好同意。佢都話佢之前好怕佢講一啲嘢會影響到我嘅情緒，但我都同佢講唔需要怕，因為我哋係想建立一個健康而長遠嘅關係。好啦，今集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